没问题，就要个客栈，恁客栈偏偏话很有名的，都恁客栈偏偏话了话，这客栈，北海道这样子，庄长，天文列表，5点金，中熬煮，这你的话走。好吧，就是这样。北海道，海道江界，涨停列表，涨停红列表5点金5点金5点金中熬煮这走中熬煮这走北海道江界庄涨停红列表5点金中熬煮这走北海道江界这个庄涨停列表5点金中熬煮这走中这北海道江界庄停红列表5点金中熬煮这走要足球像一只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，啦啦啦。